近年香港越嚟越多老人家或者退休人士選擇北上養老，移居深圳、珠海或者佛山等地嘅安老院安享晚年。有見及此，政府最近推出一項專為老友記而設嘅綜援長者入住廣東院舍試驗計劃。合資格嘅老人家入住大灣區指定安老院，每個月可以有5000蚊嘅資助。計劃為期3年，老人家只需要符合一項條件，即刻可以申請。我哋即刻睇下條件同埋詳情啊！綜援長者入住廣東院舍試驗計劃係一個政府關愛基金撥款資助嘅3年試驗計劃，從2025年10月1號開始推行。如果你而家攞緊綜援，同時選擇到廣東省指定安老院養老，政府會每個月俾一筆現金你，俾你晚年生活無憂，名額有1000個。只要你符合以下條件：第一，你必須係香港永久居民，而且喺本港居住最少7年；第二，你年齡65歲或者以上；第三，喺申請前已經連續攞綜援金最少1年，咁你就符合申請㗎喇。咁每個月有幾多資助呢？每個合資格嘅長者每個月可以攞到港幣5000蚊嘅固定資助金額，呢筆錢會用自動轉賬嘅形式存入你攞綜援金嘅香港銀行戶口。喺3年嘅試驗計劃入面，資助嘅金額係唔會變㗎。同時要提下你要遵守以下嘅規則，先至可以持續攞到5000蚊。首先，你必須要自行繳交每個月嘅安老院費用。喺每個月內，你需要喺安老院住滿至少15日。如果嗰個月份住唔夠15日，你就唔符合資格攞取嗰個月嘅5000蚊資助，而且喺1年內唔可以離開廣東省超過半年。如果你嘅情況有變，例如你唔再攞綜援金，喺安老院住唔夠15日，拖欠咗安老院嘅費用，就要通知新家園協會或者社署，要停止發放資助。咁如果你而家住緊公屋，又想嘗試到內地養老，咁香港間公屋點算呢？唔使擔心，房委會喺今年3月已經實施靈活嘅安排，俾參加試驗計劃嘅公屋長者住戶，由離開香港到內地安老起，可以保留佢嘅公屋單位6個月㗎。換句話講，你6個月內唔適應，隨時都可以返香港繼續住返間公屋。截至2025年10月，參加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嘅安老院有24間。今日帶大家睇下其中一間位於佛山市南海區嘅暢享會。我哋今次選擇搭高鐵，由西九龍站出發，大約50分鐘就嚟到廣州南站。出站之後轉搭的士，大約50分鐘就去到院舍啦。你都可以揀從西九龍站搭高鐵到佛山西站，大約1個鐘20分鐘。出站之後再轉搭的士，10分鐘就去到暢享會。佛山市暢享會總面積超過12萬平方尺，一共8層。2022年啟用，一共提供326張床位。而家已經住咗超過100個香港老友記㗎喇。同聲同氣嘅廣東話，相近嘅生活飲食習慣，俾你更容易可以融入院舍生活。即刻帶你去房間睇下。呢度係佛山市暢享會全新興建嘅度假式酒店豪華長者單人套房，面積近300平方尺，有齊衣櫃、梳化、床頭櫃、多功能辦公餐桌嘅空間，仲有被凳同埋休閒椅。你有獨立嘅洗手間、無障礙淋浴室、扶手設備等等。全新長者單人套房提供舒適體驗同埋私隱保護，同時為你帶嚟寧靜舒適嘅休憩環境，俾你喺入住期間可以盡情放鬆啊！嚟到暢享會嘅地下，呢度有一間獨立對外嘅傳統廣東菜酒家，可以容納200人㗎。由前酒店大廚主理，為食客提供正宗粵菜同傳統點心。
喺呢個玻璃窗可以一眼睇晒，有廚師即叫即煮，完全唔使擔心係預製菜啊！酒樓環境簡潔開揚，好啱屋企人同埋朋友聚會同慶祝啊！今日我哋人比較多，所以酒樓就預留咗一間包房俾我哋。菜式好出色啊！首先我哋有蘋果雪梨雞腳湯、蒜頭炆魚煲、順德撈雞、釀茄子、煎魚餅、清炒通菜等等。想食翻香港口味，呢度連蛋撻、椰汁糕都有，老友記都大讚好味噶。有意透過綜援長者入住廣東院舍計劃入住佛山市暢享匯全新嘅豪華單人套房嘅長者，可以向服務機構或者負責綜援個案嘅社會保障辦事處提出申請，並且協助你辦理申請手續。記住帶齊你嘅身份證同埋證明你攞緊綜援嘅指定香港銀行戶口文件，要顯示到你個名稱同埋戶口號碼。完成審核之後，社署會向你發出通知書，通知你嘅申請結果同埋資助發放安排，咁就可以入住噶啦。想了解更多申請入住流程或者預約參觀院舍，立即聯絡進優生活香港辦事處22199668。